根据美国媒体伫咧投票所外口做的随机调查，发现等候贺锦丽甲 Trump 的是一半一半，选情正得甜。根据这民调机构做的出口调查，重视经济甲民主的选民分别是有1/3，也若是关心打台权甲移民问题是各占1成。伫咧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进前接受审判纽约市。伫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分校的投票所，一早起就真侪选民来投票。虽然有第一遍投票的大学生讲，川普的经济议题较好，是较适合的总统人选。不过，随机接受访问的多数的选民，大部分拢讲因支持贺锦丽。有真侪川普支持者的佛罗里达州也粉丝等是川普的翁仔。也伫投票所外口跳川普的扫沙舞，不过有选民一直到最后一刻，一个伫咧甲贺锦丽邮票。He thinks he owns the flag. The flag is owned by all Americans. 有美国上侪阿拉伯的选民的密西根州，阿拉伯的选民薛哈讲，川普甲贺锦丽伊拢无介意，理由是因两个人拢无认真看待中东问题，无法度有效互战争停落。 The Arabic community here in this election. They divided between some couple need Trump, couple need Harris. No need to vote anyone. 像小哈这种阿拉伯的选民袂少，密西根州差不多20万的阿拉伯的选民，民主党伫咧顶一届总统大选内面摕到7成的阿拉伯的选票。伫选前民调显示，川普甲贺锦丽两个人伫咧密西根州支持度差不多正晚。关键的摇摆州内华达州。 美式卡球迷来到拉斯维加斯度假者的主场中式体育馆，大家拢是为着要投票了，会当摕到这张球队的大纸。另外一个关键的摇摆州威斯康星州大学的麦迪逊分校投票所，有真侪第一遍投票的大学生。选务人员就正用心讲解安怎投票，互因有较好的投票体验。I voted through a touch screen, which was nice, but I am very happy to get my vote out and vote Harris Walz. 而德州已经80岁的萨拉斯是第一遍投票，伊住伫阿拉莫已经超过60冬，会当远远看到13公里外的家乡墨西哥。伊本来无啥积极要摕到公民的身份，不过川普所传达的反移民气氛，会感觉亲像伊这种伫咧努力生存的移民，可能会拄到生存危机，就要用选票来争取家己的权益。 那主要伫国际太空站的4位美国太空人，决定毋是伫投票日即天投票。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是简化投票流程，一寡太空人透过电脑将选票写好了，加标资料透过卫星传转来地球。自6月就进驻太空站的太空人威尔摩，吹过甲田纳西科技大学学生伫咧对谈时阵，就证实伊已经投过票。公司新闻张锡芬编辑。